哥哥啊，我请问了，你今日穿这身衫，是不是要去变魔术啦？我较要人老来变魔术。恁哥哥我本人今仔日要来去泡妞。泡妞？呀！啊，你咪甲你不过规庄仔来，无半早你就敢嫁你啊？还想要泡妞？泡菜呢？爸，我讲哦，你记忆足歹，我顶早有甲你讲过啊，讲咱迄地行迄个武吉伯啊。 有咧讲一个毋人去伫遐咧调查我的行情，我即摆就是要来地人遐问讲，看到底是倒一个查某囡仔伫咧杀我？这自恋狂啊！可惜呢，哥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免搁倒了戆工啊啦。假使哦，你若是甲你查某囡仔有缘哦，人主人就来找你啊，毋免你去找人啦。搁再讲，我是查某囡仔，我就无紧张啊。你是咧紧张啥？查某囡仔甲查甫差就差伫即个所在，因为我是孤囝呢。 对不对？对。人讲不好有三无有为大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一定要早出来啊！啊，我这个年纪我才大对无？啊，若无吼，参像我一个朋友咧做导演迄电信业啦。哎呦，60岁都要到啊！你知唔知？到即摆还阁无母娶啦，迄已经更年期啊呢！迄若真正互伊死机顶啊，若定起了，这世人伊就无希望啊！所以我讲，查甫甲查某绝对有无共款的所在。嘿，哥，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即摆是男女平等呢，拢嘛共款啊！我讲看都无共款。 我讲共款就是共款啦。我讲无共款就无共款。我讲共款就共款啦。无共款就，啊，你袂个等人，莫多吵啦。好，互伊去，去地点啊遐，酷啊等甲尻川洗了，看人家是要嫁无？嘿，我你讲绝对会我等着的。我你讲，查甫甲查某绝对无共款，因为你看卖咧，我穿裤，你著穿裙。噔。迄家仔穿裤，伊若穿裙，恁爸就烦恼啊！来，大小姐，来下官以茶代酒来敬你一杯，来干杯！阿勇啊，你嘛莫安尼，啊你讲叫妈咪啊，莫讲迄件代志，啊我都拢唔敢搁再提起呀。啊你心情无好，带你来遮啉茶，安尼你也无欢喜，啊无你究竟是要叫妈咪啊安怎做你才会欢喜？妈咪啊！ 我要哪会欢喜啦？咱住到这个庄脚所在啦，啊七早八早就关门带户，啊无好佚佗的所在，啊要 KTV 也无 MTV 啦，啊尔就感觉毋坐踮遮食茶，茶有啥物好食的嘛？大小姐，你讲的较客气咧。那阮这间茶艺馆，伫阮这庄仔内是上出名、介高尚、上好耍的所在呢。啥？这个所在那乌乌草草上好耍的所在哦，天人办。小姐。 你若安尼讲吼，我看这摊生意阮做袂成啊啦。若要啉你，唔啉莫啉啦。有啊啦，你是咧知影啦？人咧人客啊，讲话无对人较客气，你哪讲安尼？无啦，阿爸，你敢无听伊讲迄口气？有钱人咧砸死人，你看。妈咪啊，你有听到无啦？咱来遮开钱都爱讲糟蹋，唔歹啉嘛啦。禀报大小姐，下官认为吼，那你这摊生意下官嘛干嘛不爱做？啥？对，讲了赞有你。妈咪啊！ 气壮呢？下官知。但是会晓讲话也袂晓讲话，啊无替家己讲，颠倒咧替外人讲话。啊，是，董事长，下官唔对。禀报大小姐，假使你若感觉这个所在无爽快，看你要去到倒位啊，下官绝对陪到底。是啦，阿勇啊，你若无爱到遮啉茶，啊无你想要去倒位佚佗，你讲。这哦，啊无，我想要来海边啊行行。哦，是，大小姐，请。走啊！歹势瓜姐，你啊无赢啦？你啊五名，小可大代志，这无啥拗痕的，来一张，拢唔免走。哎呦，这早一点个水。有钱跳现的啊，后摆哦，若互我有钱哦，我开咖啡店，囡仔要来甲我交关，袂见袂用。哎呦，好啦，莫讲迄大声话啦，等你若吼有钱的时阵，才来讲即款话也袂歹。
当哒当滴当哒当。哎呦！啊，就倒呀。等你今仔日来穿安尼，你变魔术了。我今仔日穿安尼有一个点伫啊，的。点，一种点。因为咧，你要甲我讲过，讲有一个唔人婆啊来恁遮定伫咧探听我的消息，我要来看讲到底是倒一个做囡仔伫咧杀着我。哦，你是咧讲迄个查某囡仔？对，伊拄则伫遮食茶吼，拄仔才走尔啦。我要去海边啊，晒海风啦。海边啊？嘿。OK。妈咪啊，你看这景色安尼有够水的，空气搁足新鲜。嘿，大小姐，阿公若认为讲你若真介意这个所在吼，阿公不敢是会当陪你来遮佚佗。是啦是啦，啊若爱来海边啊，这毋较简单。你若想要来，啊你就叫青总的陪你来嘛。当哒当滴当哒当滴当。哎，倒倒。我倒单，敢无会浮乱咧倒。